最近又得了那个甲状腺亢进，最近对我来说是很艰苦的日子。运动实境节目《全明星运动会》因疫情关系停工74天，政府宣布降级之后，节目在25号开录复工。让我们先来看看红蓝队的伙伴们复工后各自的状态如何啊？这2个月就基本上的体能训练，什么排球啊，然后不然就是什么桌球啊这些，就比较简单，在家里可以复习，然后就是维持那个球感。唯一差别最大应该就是辐射，大家明白。这2个半月几乎都在室内，都没有运动，就是没有晒太阳的运动，所以这不说你不知，小杰在这段期间多了一个新封号。这我不爱说，但是我还是要跟你们讲一下，因为在全明星，然后我的猜拳就一直输前阶，然后到最后被我们队里面觉得猜拳该好好练。当我很失望的时候，粉丝就传了就是猜拳秘籍给我，然后到最后10猜9赢吧，然后慢慢的大家都称呼我为拳王。我在家就是还是做一些居家运动，所以我就买了举重的杠铃，就是组合式男生可以举的，然后当然买了50公斤，然后也买了一台跑步机，然后又买了一台那个健身椅，所以我家现在是一个小型的健身房。一开始来说很开心，就我们一坐上那个椅子，然后才第一场，然后开始要比的时候，我就转头说：“天哪，怎么可以这么紧张？我以为我在看奥运比赛，我看奥运都没那么紧张，好不好？”这2个月基本上在家里都在睡觉，前半个月啦都在睡觉，后半个月就慢慢起来，有让身体开始动起来。红队的蔡昌宪因为疫情待在家，意外多了很多时间可以陪伴怀孕中的老婆。这是我我们在一起10年，跟老婆待最久的时候就是这段时间，从来没有分开过。老婆要吃什么，要干嘛，就是一声令下，我就会去使命必达。在家就变得很忙啊，要顾老婆，又要训练，你的身材有变化吗？有，我身材变化超大，因为毕竟疫情期间嘛，闲着的时候就想吃东西，所以变超胖，我胖了5公斤。因为老婆一定要补嘛，一定要吃，我就一直陪着老婆吃。蓝队的小刀体态看来维持不错哦。基本上就是钱姐嘛，钱姐每天会发我们那个，重点是什么你知道吗？重点是钱姐每天自己做，我们的助教呢会带着我们做一些运动，所以还是有维持一个基本，没有招精嘛，对不对？对啊，我一来看没有人招精的，蓝红2队每个人状态都超好的，吓死我，还好我有痛。不过蓝队的主力战将林敬伦身体倒是出了一些小状况。最近又得了那个甲状腺亢进，最近对我来说是很艰苦的日子。听到这个消息，你会觉得哇，晴天霹雳还是？我都傻掉啊！就说我怎么会得这样的病？但问医生，医生是说可能是先天因素，或是本来就有得这个病的机会几率这样子。工作之余，健康还是要顾好，希望你早日康复喽。是说现在疫情是降级不解封，回到场上录影，防疫措施还是不可少。这些10连制就是最基本的，然后那些，而且你知道，我们到一些场呢都是主要做喷手，你知道今天是整个喷是哒，是整圈上下都喷，那感觉比较像从机场出来的时候。同时最重要就是我们的间隔，社交距离。举凡我们的休息区，而且很可爱的地方是连我们喝水的地方都是不需要的。社交距离。最重要最大的不同就是我们获胜的时候，我们想要拥抱都